政部经济厅长痴汉涉嫌贪污家庭电子卡机滥港6港了后，昨伫台东太麻里互人掌着。屏东里港果菜市场半暝大火烧，透早5点半才拍火，加载无人受伤，边仔5间店受到影响，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全球能源危机愈来愈严重，菲律宾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授权政府去买燃料、石油产品，监督国内的分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我要带心来关心的，就是这个中油炼制部的经济厅长痴汉，伊涉嫌贪污。3月19日，屏东的万岚甲这电子卡机加长了后，人就安尼浪港去。即马经过6港的通缉，检警昨是伫台东的太麻里一搭民宿甲掌着，伊的身躯边佫对一个敢若是负责甲接应的细龄的查甫人。检方是表示讲，这个痴汉呢伫浪港进前，还佫有一个细龄的查某朋友，即马已经照这盗厂犯人的罪嫌，甲伊绳押核准。是有人建议你吗？面对媒体提问，中油经济厅长痴汉无讲半句话，伫警方的押送之下，豆豆行入分局内底。痴汉19伫屏东万峦家庭电子卡机，甲物件等去潮州大桥卡了后，就甲来接应的细龄的查甫人，一路赛车去台东太麻里的山顶。2人秘伫这搭民宿拢总住5天，检警2时去抓人，透暝甲痴汉2人押回来高雄。检方发现，除了细龄的查甫人以外，佫有一个细龄的查甫朋友，嘛涉嫌协助痴汉滥港，伫咧20日已经绳押核准。从整个案发前的10天、20天就开始去调，沿路去调监视器，有发现说，在案发前，这个林姓女子有跟那个徐汉就是徐男到这个案发地点去看这个地形，这个是，后来我们就沿这个线索继续去侦查出来。检方表示，这场滥港行动差不多是过年了开始计划，3个人进前都熟悉。警方2时伫民宿找到人，发现除了衫裤甲简单的食食以外，痴汉身躯顶还有炸20多万的现金，敢若是为着登记逃亡在做准备。他是因为透过我们的朋友说，他需要是来山上休养身体嘛，然后身体状况很差。台东这个民宿的所在真偏僻，一般民众真少打卡到。检方表示，若是坐趟啊出去，台东唔是第一选择，应研判痴汉应该是按算要登记逃亡，才会选择这搭所在。针对是唔是有其他人涉案，目前正在扩大调查当中。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那另外一个起保逃亡的是这牵涉到棒球假球案88会馆，还有地下洗钱的通缉犯林炳文，自2024年到今，这是还未了着。也毋过即马呢，煞传出讲这个林炳文人伫咧柬埔寨已经互人甲枪杀去，刑事局已经确定消息，也毋过详细案情还阁需要调查。林炳文在柬埔寨被枪击身亡，你有想到谁要动手吗？法警介护出庭受审，88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涉及地下会对一审重判11年8个月，当伫2审的审理，但是较早合作伙伴立足共案被告的 PG2 甲负责人林炳文，却传出死亡。外口的人拢叫伊落幕的林炳文，伫前年起保占道了后，一直互通缉甲单，检视外道的名单，中国推测讲伊秘伫个洛杉矶，但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23暗时伊伫个柬埔寨西港互枪杀死亡。当地警方研判讲凶手是有预谋，拢总有3、4个人犯案。虽然咱的刑事局回应细节，搁等柬埔寨调查，但咱的驻外单位已经帮助家属在处理啊。对郭哲敏的影响就会变成说，他后端本身要不要犯洗钱罪这个部分。可能不会因为林炳文死掉，说不定他就没有了。因为林炳文是关键嘛。那不管后端的洗钱怎么样，他这个前置的犯罪，只要检察官有办法证明那个地下会做的这个事实的话，那基本上就成罪了。50多岁林炳文是捌涉及这个棒球的假球案，坐监2年，接落来佫卷入88会馆案，涉嫌盗洗钱。民国112年互起诉，但是伊300万交保出去。今年1审开庭，但是伊无来，方发现讲已经逃亡去海外。剪断脚镣，然后是潜逃，然后因此逃亡的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民众来说就是会比较不安呐，或是对于说司法的信任上面会有一个焦虑在。执行的机关，大家可以就是真的在这个说明上面跟后续的落实上面跟民众有一个说明。林炳文逃亡海外，捌发文讲，伊唔惊面对司法，因为有个人的因素，所在代志需要时间来处理。佮讲等来台湾的时间时，家己来定，是引起放走犯人的风波，中国引起官商斗空的争议。即马传出伊伫个境外死亡，新北地院表示讲，还未接到相关证明文件，确实死刑是真的，会判公诉无受理撤销通缉。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中华的鼻头呢，顶日是发生这狗仔共6个共夹着伤的案件。这是一个76岁阿嬷，伊身躯顶有超过200个空喙，到呾人是抑搁咧大院。警方调查发现，讲这只甲人夹的狗仔呢，哪像就是附近的家条所饲的。即马专案是照过失伤害罪嫌，函送中华地检署侦办。护理师甲医师斟酌咧替病人检查清理空喙。中华鼻头进前发生一位76岁姓陈的阿嬷，互狗仔肉佮夹着伤的事件，规身躯超过200个空喙，伤势严重。目前已经进行4界清创手术，人也佮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空喙内底是无佮看到有人啊啦，不过就是因为伊本来一开始空喙就深啊，迄有诶沙啊、垃圾物件拢掉咧，要挖骨头诶所在啊。伊安尼要到200外个空喙吼，差不多10外空喙，目前还搁咧发放啦。这空喙就是洗洗清清诶安尼，若真正较好时阵，才会法度甲填起来。经过警方调查，调阅相关监视器，这3只家人的狗仔，哪像是附近饲鸡场饲的。除了阿嬷骑铁马互狗仔攻击，嘛有一位骑机车的少年仔，互这3只狗仔夹着伤。这2位受害者甲家属已经完成笔录，专案依照过失伤害罪嫌侦办。有关本辖妇人遭狗咬伤一案，经本分局调查完毕，全案依过失伤害罪嫌，函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民众若饲狗仔，一定爱确实看锁啊，避免发生狗仔虐人、家人的意外。那因为管理有过失造成伤害，除了会有民事赔偿，嘛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高雄的富邦拉巴地联合开发案案算是2027年要来完工，也毋过即马呢，煞又搁传出发生公安的意外。昨昏呢是一个泰国移工伫48楼悬的所在去，互一支冻半的钢架甲逮着，人送病院落尾，要是救无回来。这市政府是随派人去甲稽查，来罚39万，也下令全面停工。北边车路被弄出2个大坑，上深差不多10公分。2个坑当中，也阁有落落来灯彩云，就因看到2个蜡头有偌大，落落来钢架也完成 L 型。现在未超过40楼落落来，弄到停伫工地周边的3台车。要倒来啊！砰砰砰砰砰！啊，尾啊，先阮遮有停一只车，落连锁式的，还有底下猫着。四线钢铁是入去的富邦立地连开线，为外观看10几楼悬的工地出现缺口，也有放落分者，搁较悬的楼层也可能看出更高拢出去。因未依规定设置防止钢构倒塌之充足临时支撑设施，致框形光架倒塌，压住同楼层1名太极劳工。经送医不治往生。依据建筑法第63条及劳工职业安全卫生相关法令，进行停工并裁罚。市府清早时至时早起工地进行高空吊挂作业的时阵，好亲像49楼高速路栓断去，和48楼1.5栋钢架倒去。缀着共楼层作业的太极劳工紧急送医，又挽救无转来，也有部分的物件落在地面，造成汽车损坏，已经命令工地停工。工务局罚9万，路管局罚30万，故移送地检署追究雇主刑事责任。啊，内底人拢全部拢先出来，做停工。工地事故毋是第一摆，除了日后发生的公司外籍移工以外，1月7日发生工地铁板落落来，损毁3台机车。2日前由无帮助入作业的时阵发生意外，人甲无帮拢落落来。政府要求全面检讨改善施工安全管理甲防护设施，复查合格了后才申请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打开的白云里路呢，有一搭圳高的这水门是过甲全油，而且呢，这油已经吊伫遐真侪冬啊。嘛，因为即马当咧报产，所以农民是烦恼讲这水源呢，恐惊是会受到污染。也那环保局是表示讲，这油有可能是附近造假的放出来的，也毋过经过稽查了后，煞无啥物发现。打开一个两排水当门前，水面上会当看到一烟高高的油污，也个发出臭味，互附近的民众真困扰。啊，这个是都是油，是不是还是什么？应该是那个算是油啦，食用油。照理说，这观感还是环境卫生，当然是有待改进。居民讲油污问题已经存在真侪年，反正几啊摆，问题一直都无解决。水利单位为着避免油污流入灌溉水，也伫边仔坑换有所防范。不过农田也是当看到水面铺着油光。
经过环保局调查，这个油污可能是来自附近集中经营的餐饮店，怀疑是废弃食用油堆积造成水面油污造化。不过封查了后，这个餐饮店拢有加装油脂截流器，无头摆的不法情形。为这些餐饮业者做加强的稽巡查，一方面是确保餐饮业者都有确实的操作他们的油脂截流器，然后是他们的来客数加强的清理。环保局研判，因为餐饮业集中，就算经过截流器排放废水，也是无法度完全过滤，造成水位排水集中大量湿湿的油污，造成环境问题。后续会加强当地餐饮业的稽查，避免不法的代志，也会派员监督排水，进行清理，改善当地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核电厂到底敢要继续放，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经济部长景明欣是表示讲，这台电呢，还阁需要差不多半到2档的这个自主安全检查的时间，而且后厂呢核安会审查其实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也就是讲，这继续放的成本是真歹按算的。核电敢要停放，正做朝野攻防的焦点。政府已经依法评估中客可行性。经济部长景明欣早起伫立法院，和媒体问到中客进度，伊讲照核安会规定，自主安全检查差不多要1.5到2档的时间。台电的部分，自主安全检查，它的时程来讲的话，大概最快的话大概1年半，然后大概在2年左右。那至于就是说送到核安会可能会审查多久，那个就不是我们的全责了。景明欣讲，核电的机组已经放要40档，后续阁要进行设备老化的检测，若是毋是要延夜，要换什么设备，甚至是整个的成本，拢爱阁做确认。若加上核安会审查，这时间嘛无确定，所以中客的时间点也阁有变数。另外一方面，中东的局势去影响到能源，国内天然气的供应的状况，立委嘛加关心。到底我们的能源储存的这个量能，或者是说我们的能源购置的量能到底够不够啊？从228开始，就是战争以后到现在为止，都维持在12天以上。目前来讲，所以这个那调度的部分是3月份、4月份、5月份大概调度都已经完成。那6月份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一半也调度完成了。若国民党立委是关心，即马政策调整，这专业的卡手敢有够，核能的人才敢会出现断层？台湾现在的核电的人才是缺乏的。我们如果要重启核电的时候，要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样子的核工的一个人才把它补齐？尤其核二厂它的燃料棒都还在炉心，那核三厂是2024、2025分别停机。其实我们的人员都还满编。有立委认为，刷落来政府上界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安怎和社会大众来沟通，在能源安全也佮有供电的稳定之间，要安怎找到一个互大家拢会满意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又证实讲，已经针对着伊朗提出一份15点和平的计划，希望讲会当停火1个月的时间。而且伊朗迄边呢嘛有来有去，所以说明会当讲看起来是真好的。也毋过伊朗即马呢煞公开来引用 Trump 的名言：“你互人死去啊！”这句话来甲伊口说。即马双方呢外交战争是拍甲长烈，美军也按算要伫1礼拜来部署中东地区。中东战争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美国为着要让代志转好，已经透过巴基斯坦交予伊朗一份15点的和平计划，提议双方停火1个月。15点内底大多数拢是甲限制伊朗的核武，也是国防的武器有关系。那准讲同意美国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美国总统川普随伫咧白宫甲大家讲，伊收到一个大礼物，是甲油气有关系。It was a very big present wort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And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that present is, but i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rize. And they gave it to us, and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give it, so that meant one thing to me, we're dealing with the right people. Is that nuclear related? No, it wasn't nuclear related. It was oil and gas related. 这份礼物敢是伊朗要让步啊？你去南虽宣布，稳准唔是敌对的船只会使安全通过荷马珠海峡。毋过是爱无参加嘛无支持对伊朗侵略的船只才会驶过，而且袂使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毋过伊朗的革命卫队态度悠然大正的。Hey Trump, you are fired.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is sentenc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不过，伊朗的军方是用川普迄句 "You are fired" 甲口水倒转去，嘛否定甲美国有正式的谈判。面对即摆局势，美国要来增强未来伫中东的行动能力。五角大厦估计伫一礼拜内会部署3000位到4000位陆军征陆第82空降师的官兵去到中东。这支部队内底有快速反应部队，会使伫18点钟以内快速反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即马这中东战争是还未收煞，伊朗呢也继续来封锁荷姆兹海峡，全球的能源危机会当讲是愈来愈严重。菲律宾已经大声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授权政府去买燃料，也是讲石油产品等等，要来监督国内的分配。这也是目前全世界头一个宣布的国家。透早5点，53岁的吉普尼司机奥里尼安已经伫马尼拉街仔头爬来爬去，一直到暗时8点才下班。伊一天上班15点钟，薪水煞愈来愈少。吉普尼是菲律宾真普遍的运输工具，外形亲像家常的军用制巴车，大多数拢是食柴油。Dati kasi nung hindi pa siya ganun kataas yung diesel. Nakapaglalagay kami ng diesel mga maghapon hanggang gabi na yun, 900. So ngayon, umabot na siya ng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临时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表示政府已经成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燃料、食品、药品甲其他必需品的分配，也授权政府直接买燃料甲石油产品，保障供应。加油站排甲落长，驾驶这段期间看到油价数字直直咧增加，心肝真痛。Ayaw din sana namin mangyari yung ganun. Kasi nga, iniisip din namin yung mga pasahero eh. Nung una, diyan kami nakita sa mga pasahero. 菲律宾有98%的石油对波斯湾进口，自2月底中东冲突以来，柴油价格1公升100披索，差不多是台票53块以上。利是迄天汽油、柴油价格搁再加悬，比战争开始进前已经起超过2倍。因应着中东的局势，菲律宾政府已经提供补贴予运输驾驶，减少渡轮的营运，而且实施公务人员1礼拜上班4天，减少燃料的使用。菲律宾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后期有1天，除非小马可士延长也是解除。也若燃油的欠缺也已经冲击到航空运输，民航机真有可能必须爱停飞。菲律宾上大的属价航空索布太平洋航空就已经宣布4月开始会陆续调整甲提减国际航班甲航线。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好，即马在美国甲以色列去拍伊朗呢，也造成欧洲各地传出这犹太人互人报复攻击的事件。亲像伫英国的伦敦，都有一间犹太的这个医疗组织，有4台救护车拢互人甲放火，加在是无人伤亡。目前有一个甲伊朗有关系武装团体已经承认犯案。警方在发生放火事件戈尔德斯格林有封锁所，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亲身到现场巡视，了解这反犹太仇恨犯罪事件。根据警方调查，4台属于犹太非营利医疗组织哈兹拉的救护车原本停在犹太教堂附近，23透早向互人放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出动6台消防车、40个消防人员到现场拍火。调查发现，救护车顶悬的钢板发生爆炸，地处附近公寓大楼窗仔玻璃被浸破。虽然无伤亡报告，不过这针对犹太社区的攻击事件引起居民的不安。I think, given the current anti-Semitic sentiment, in the country in general, it's probably not come as much of a shock, but it's obviously something very sad. 这针对性的攻击，互当地居民是真紧张。中东的主流媒体半岛电视台记者想要伫现场采访时阵，所讲围观的犹太民众爆发冲突。目前，伦敦警方认定放火事件是反犹太仇恨的犯罪，不过由反恐部门主导调查。监视器画面已经锁定3嫌犯。反恐情报网站赛特指出，这甲伊朗革命的武装团体由风人民伊斯兰运动讲是因发案。这团体甲过去2礼拜比利时甲荷兰的犹太教堂攻击案有关系。2005年10月，英国曼彻斯特才发生反犹太攻击事件，迄时阵造成2个犹太人死亡。伦敦市长表示，服务伦敦居民的犹太职工遭到攻击，目前是伦敦黑暗的一天，表示全力抓捕幕后的黑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捷克的参议长韦德奇呢，今年6月有可能再来访问台湾，也毋过即马煞风声讲，这捷克的总理也当咧讨论要去访问中国，而且时间点是差不多的，也增加咱外交的无确定性。另外一方面，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来接见这日本来的访问团体，伊对高市早苗特地点出这台海议题的重要性，伊是表示真感谢。Wash Taiwan Jen Taiwan。第一日欢迎讲花季专场的日位拢徛起来拍扑架，捷克参议长韦德齐2020访问台湾时阵的演说，大家学到甲特质，让了6冬，传出韦德齐佮计划要来到台湾，时间可能伫咧6月初。I think in times of growing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Czechia and Taiwan should really cooperate, support each other. 不过，捷克的媒体报道，捷克的总理巴比苏当咧考虑要访问中国，时间可能是甲韦德齐访问台湾的时间同款，嘛增加外交布局的无确定性。目前捷克政府想要扩大他们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捷克跟台湾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任何的破坏。韦德齐要来台湾，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明捷克跟台湾的关系维持稳定。深化伙伴关系，行政院长杜英泰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致辞的时阵嘛特别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真侪重要的场合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反对武力威胁等等，表达感谢。在经济安全跟供应链韧性等等各方面，台日双方强联手，一起向世界争取更大的发展機会。私たちは台湾の国際機関への参加、また参画を心から強く私たちは主張し、その推進に力を努め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卫丁会长嘛进一步表示，即马国际局势充满无确定性，台湾伫咧自由、人权也个法治方面的表现，国际拢正肯定。伊嘛继续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也个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的国际组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池春英等人呢，是涉嫌配合着中国来收集情报，而且佮介入咱台湾国内的选举。新北地检署是照这违反着渗透法等罪，甲伊起诉，而且建请法院甲伊重判。不过，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伊所批评这起诉的内容充满政治性。互法警介护豆豆行落车，伫队伍的上头前就是池春英，伊透早向一审法院对提问是无回应。徐小姐会后悔吗？会觉得委屈吗？伊是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互检方指控甲中华两化婚姻协调促进会的会长郑金明等人涉嫌受中国官员的指示，伫2021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甲2024年的总统大选，替特定的候选人徛台宣传，干涉咱国的选举，涉嫌犯反渗透法等等的罪嫌起诉，方建请判重刑。不会说老公给我们钱啊什么的，这个该讲的我就讲，检察官要起诉，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那就只能够到法院讲了啊。检方指控因受中国民政部甲民局上海市委总统会官员指示进行做事，检方的起诉理由批评两个人有向中国表明忠心，涉嫌长期配合对方，收集国内的政治情报，就连中国配偶伫台湾的言论，拢互因检举监控，对内底得到统战的好处，甚至有动员中国配偶的能力来向国内的政党讨不分区的立委席处。徐春英当初是怎么挑的？那是海选。那是海选选出来的，海选选出来的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来跟台湾民众党索要不分区的立委，这连客观事实都写错。任何一个国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权益应该我们要予以保障哈。在没有确定判决之前，应该都是以无罪推定的这一个基础来断定吼。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池春英，也捌互民众党列做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名单。即届互检方起诉，民众党强调，因对专案的立场自头到尾拢同款，只要无做推定关照，无用家己判决确定进前，都受大众评论追杀，这等于是社会性的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国立台中科技大学的校长陈东浩，伊是互人家指控，讲伊甲中国的学术界呢是做伙来挂名，一篇文章煞投稿会当投2大，这是违反着学术伦理。而且伊伫国际文章内底，佮讲家己是来自中国。因那学校方面是表示讲，唔知影做伙挂名的代志，所以反驳相关的指控。参加学校的活动，讲甲李女桥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校长陈东浩向投诉讲，假姓红的台湾学者，也有姓周的中国博士生，伫咧足侪论文斗阵挂名，一边是甲国科会申请买600万的补助，另外一方面，佮甲中国官方申请经费，又有一篇稿投2摆，违反学术伦理。在对岸就是发表英文的论文跟中文的论文嘛，因为内容都很相近嘛，又有国科会计划的编号嘛。所以这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就是违反学术伦理嘛，一考两头这样子。投诉的人指控陈东浩除了甲中国的学术界斗阵猜名，一篇稿投2摆以外，伫咧中国期刊佮自称讲家己是中国安徽福州人，伫咧国际期刊顶头的国籍是写台湾 China， 有自我看轻台湾的嫌疑。学校伫咧2出面驳回，讲这个陈校长甲姓洪的学者伫咧学术合作有10外档啊，有一寡研究案是有定态的。因那这个姓洪的学者伫咧中国教学生是为着要尊重伊，才伫论文斗阵挂名，校长完全唔知影。洪老师跟他在大陆那边指导的博士生，那在后来的发表论文上面呢，就基于尊重我们陈校长，就把陈校长的名字挂在论文上面。那其实呢，在挂上去的时候呢，并没有知会到我们的陈校长，所以陈校长并不知情哈。那总共有5篇。校方表示，目前所知影的有斗阵挂名陈东浩的中国学术文章有5篇，不过拢已经摕落来啊，并无自我看轻台湾的代志。这个投诉的人，经伫咧大专院校教学品牌服务计划评鉴的期间亚康是有目的的。因那教育部伫咧中道结果进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的重型武器呢，伫咧东部有影是欠一个实弹的射击场，所以陆军甲民间是来协调，利用这个出海口这个海沙堡实施火炮甲战车的演训。今仔日透早，这华东防卫指挥部就伫咧遐训练，而且也邀请华东在地人做伙来参观。25透早，4架 M60A3 战车开一批泰马客床，向加上的敌军伫咧海沙堡顶头的战车射火炮。花莲台东2个县市受到邀请参观的民众，目睭拢铁金看战车伫咧射击，尤其是当距离足近的看到战车发挥强大的战力，感受到战场的感觉。亲临现场，所以比较有震撼感，这样。我觉得训练非常的精实。这是国军华东防卫指挥部伫咧台东太麻里海沙堡实施的115年正义操演实弹射击演训，以105、155榴炮、战车、增加迫炮车，还有机枪10多种重型的武器车辆，变作是密集火力进行演训。华防部表示，这项演训是伫咧验证官兵为占领地方、到空中和地面协同作战的能力，还有战争的时阵指挥作战的听数。不过传出某美方人员伫遐专程观察。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台美一直伫咧军事当中有真歹交流，其他细节无法度进一步评论。操演是属于我们逐步在推动这个实战化训练的目标的。那至于相关有美方的人员在场与否，我想台美之间一直在有进行紧密的交流。有人传讲，太麻里海沙堡去互美方的智库列作是强军登陆的红色海沙堡。不过国军伫咧东部火炮实弹射击场是真欠缺。最近这几天，华防部一直咧积极争取地方的认同，伫咧太麻里演训，目的就是要提升官兵实战化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即马是咧审议军购的特别条例。根据着民间的调查呢，是指出讲有买我6成的民意，是认同讲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嘛有买62%的人是支持政府编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呼吁大家做伙来支持行政院的版本。我们就没有限缩在对美军事的采购。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强化我们不对称战力，我们的目的不是对美。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甲民众党的版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25逐条来审查。不过50草案的标题，条页就开始对徛。在行政院版本的提案里面，那除了有关于这个台湾伪制跟商购之外，那请问一下，在这个
条文里面哪一条是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又是什么国家？我没有办法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机密战报已经做过回答。如果说当时没有参与的人，对，那你有参与你就应该知道，那你明知故问。国防安全研究院上新民调显示，针对感受认同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有59%要6成的民众认同。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态度，支持的比例有到62%，无支持的22%。国防院指出，这显示以色列换和平的国防自主精神，已经加入民意的核心认知。国人是支持强化国防，那也支持我们行政院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战力，来达到嚇阻。不过，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出质疑，除了国防部讲的3项军售演陈以外，其实还佫包括刺针飞弹、汽车飞弹等等真侪项目。F16、MK48跟AGM-154以外的其他部分，我们很多都是属于增购的部分。那因为有增购，就因此就其成呢就有所调整。那在这个部分上面，事实上有很多也已经在交运，或者是已经交运完毕。郭立雄强调讲，针对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嘛不了着急，也若延前交回部分，美国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加速推动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呢，有影冲击到石化的供应链，和一寡材料呢，毋是起价就是欠货。亲像即马塑胶袋啊，一个是起3块到5块。有立委是要求这农业部甲经济部，来提出具体的因应方案，千万毋通互农民变作是牺牲品。大卖场拢会买到真侪农产品，这些产品拢会用到塑胶包材。不过因为中东战争影响，包材价格是愈起愈悬。立委拜三开记者会发口号，要求农业部甲经济部针对包材起价欠货，嘛造成农民甲番仔成本大起，提出具体应用方案。像这塑胶袋啊，塑胶袋啊嘞，起码是每天报价，每天的价格会不一样。那现在平均起来都是，一个塑胶袋啊，可能拢。大家起3块，有的啦起到5块，已经拢非常的可怕。立委表示，这阵是战争级的包材通膨，呼吁石化原料供应商唔通趁机会囤货，加悬价销。立委要求农业部和经济部要研究具体政策辅导甲因应方案，唔通互农民变做牺牲品。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不要只是看到大数据，你们必须要落实到基层去走一走，那政策就不会失准了我们运用我们的政策资源去引导到去运用循环制裁的部分来做部分的一个挹注跟补充。我想我们的生产，我们农业部会确定就是资材的供应是充足的，然后价格我们希望维持稳定的一个立场来做。立委嘛表示，这个问题唔但影响到农业包材，甚至小食店、医疗用材、建材等等，拢会受到影响。农业部表示，已经有提出替代包材措施，经济部嘛设立协作的专线，要求就发抢到优先保障过来供应。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一阵火灾的意外，这是发生在屏东里港的果菜市场半暝时啊呢，导火烧。这消防队是来出动14台车，29个人去抢救。这火势在透早5点半的时阵总算拍花，加在也无人伤亡。也毋过边仔有5间店呢，拢是受到影响。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暗时10点外，大片的乌烟缠爆炸的声音，互人感觉惊吓。原来是里港里中路的果菜市场发生火烧，因为店头拢咧休困啊，第一时间无人拍火，火势就随大起来。消防人员接到通报，派14台消防车、29个人救火，大约1点钟火势控制，想袂到火烧对市场边仔的店面传去，消防人员赶紧把水线刷过。联络袂到店头，消防就用机仔甲门破坏，对厝顶灌水，赶来的头家嘛甲水桶搬出来。火势到透早5点半才控制，无人受伤。不过有3间店面较严重，厝顶烧甲剩铁架啊，边口实在厨房拢烧甲乌烧烧，暂时无法度做生意。它的火从后面引发进来的，然后在我们的后面，然后烧那个火烧。然后就开始飙，高级的生鱼片了。他昨天进来而已，然后然后后来在里面没有发现那个。因为我有在场嘛，我就看上去那个台风头风扇子上面，怎么都火？我说快点烧起来了。
他们在里面，然后又烧起来了。5时30分，场火处理完毕。火警现场为国泰市场交易地点，现场无人居住，无人受伤。店头表示，因为果菜交易场放纸板含袂少杂物仔，应该是对遐烧起来。店面含市场烧黏，才炭烧到头前的店面。初步估算，市场大约烧180平的范围。火调人员早起嘛到现场调查市场详细的起火原因。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生活消息来看，这民众坐高铁的时阵呢，常常会感觉这信号是无啥稳定，所以高铁甲3大电信业者是做伙来合作，要投入20亿来改善信号的问题。在高铁南来北去，无论是去听演唱会，还是回乡，高铁已经是台湾西半部真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嘛是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不过，在通过磅空还是高速刷动的过程，民众定有网络通讯无稳的情形。自古台湾高铁和中华电信，也有台湾大哥大和远环电信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4大企业打算投入大约20亿来改善通讯品质。1.5公里的测试告诉我们说，它测试之前它是2格。它测试的时候变5格，好，那我想这是未来高铁在人民生活当中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貌。我们在高铁上就是可以商务，我们可以视讯会议等等。这项高铁2.0通讯清洁计划，打算把高铁沿线用超过10年的基础频率中继器，全部换做新型基地台光纤射频放大器，增加数量到2200组以上。打算今年底进前先改善台北南港到邦桥的通讯品质，然后2027年底完成全线 4G 和5G 的行动通讯品质改善工程，提升网络韧性和普及。第一阶段的测试4G、5G 的这个品质这个download提升的品质比原来大概是1.5到2倍，那上载4G 可以提供到3倍，5G 还提供到5倍，是一个高铁2.0计划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明年就让所有的民众看得到，而这个感受最重要的，除了刚刚石董事长说的这个追剧可以很便利，你不用提早先下载再上车。明年高铁营运就要满20年，那高铁通讯会更加利便。高铁表示，卖有新世代列车 N700ST12组，打算尖峰时段载运的容量通提升25%，专车队车厢通讯品质嘛全面改善。交通部嘛期待新的设备，通互民众有更加舒适的体验。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好，即马是食饭时间，中昼到底要食啥咧？其实有真侪高中咧已经开放，互学生囡仔会当中昼的时阵出来外口食饭，也是讲要这中昼顿去学校食。即马这新竹高中的学生也希望讲学校会当对咧开放，也毋过学校这方面呢是表示讲这牵涉到安全，也个校园的管理等等，后手会找学生的代表甲家长的代表做伙来评估。学校外口有卖面的自助餐购点心档，逐项看起来拢真好食。不过新竹高中的学生爱等到下晡4点下课才食会到。高中到底敢会当开放学生去外口食中昼顿？最近伫新竹高中引起讨论，同意甲反对人拢有，家长冇未少意见。可能选择多一点吧，我自己没差。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没必要。出来吃饭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附近没有东西，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吃，所以要跑很远。这样子出来，以防万一，如果危险怎么办？对啊，这是家长要负责呢，还是学校要负责？学校指出，目前学校内底有餐厅提供侪项的菜色，各有超商。另外，把开放学生订外送，基本上学生的选择已经真多元。不过，也是会收集学生家长的意见进行讨论。学校里面是有餐厅，那学生也可以在餐厅里面订制便当。那学校也有 OK 超商，那就是学生也可以外订。当然，安全上的顾虑是一定会有，但是就像学生目前他们的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还是会先凝聚共识，再做最后的决定。好，也坦白讲，中昼食饭时间干了1点钟，伫遮尔短的时间开放学生出来外口食饭，就有可能因为排队等伤久，恐怕影响下晡的课程，所以需要真完整的评估，再决定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真侪人知影讲，接触到这塑胶微粒，其实对咱的身体是无好的。这成分若准带较重的，安尼都有癌症、失智，也是讲早产的记录。所以医疗界是呼吁要推动法案，完成2030年这塑胶微粒要减30%的目标。
来到海边啊，一大片的塑胶粪扫拢会透过日头的高温走出来塑胶粒啊。民众只要喘气讲话，一寡你目睭看袂到的塑胶粒啊，就无声无碎进入你的腹肚内。那安尼，就连你日常用的塑胶碗、塑管、塑胶袋啊，拢会甲塑胶食入去腹肚内。因为有两项物件，一项就是讲你有可能食入去，对你有伤害。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因为咱制造足侪塑胶这个垃圾嘛，吼，伊拢变成细来塑胶粒啊，毋是咱食入，别人嘛拢会食入，所以咱买一个第二项就讲大家一起要来做减塑。医生表示，根据国际研究发现，八成的民众身体内面拢有2至3种的塑胶种类，那会增加湿地、大肠癌、肺癌等等，甚至佫会透过女性的子宫来影响腹肚内囡仔，造成早产、发育无完全。也透过子宫的迄个胎盘啊啥，会入去子宫内底，所以囡仔的身躯嘛验会出来，讲哇，原来迄个塑胶微粒遮厉害，拢会穿透人体安尼。比如讲早产，迄比例就较悬。啊，出事的时阵，伊迄个体重就会较细。拜三来自各界医生，包括妇产科、癌症医学会等等，邀请3党立委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跨党派合作，会当共同提案，立法台湾版的塑胶粒仔安全法案，在2030年完成塑胶粒仔减30%的目标。记者陈选林福凯台北报道。南投县府宣布，4月初一开始要补助县内65岁以上时代，也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因的健保费。大家人逐个月呢，上侪是当领826块，而且呢，这是无排除好业人，户口只要设伫南投，安尼就领会到。南投县政府体贴长辈，让您省下负担。南投县政府宣布，自4月份开始，无排除好业人。补助全县65岁以上的时代人健保费。今年的4月1号开始我们县府会帮他们缴第6类的一般人员的每月826块的健保费，那1年9912块，将近1万元。我相信对南投县的乡亲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副县长指出，南投县人口大概是46万7千人。65岁以上的老人有10万7千人，正前健保费补助拢是补助较弱势的人。不过因为南投县政府去年底达成无负债目标，今年财源较稳定，所以推出老人福利，减轻县内时代人的健保费负担。而且和其他县市的补助无同款的是，免申请，而且无排除好业人，入户口来当随补助，民众知影拢真欢喜。听讲无排付条款哦。系啊，挡会掉啦，挡会掉，当然是对百姓足好的代志啊。老人拢无趁钱啊，对无？啊，所以这是互老人一种福利。因为即马即种健保费加码，拢是各县市政府家己加码，啊有的排付跟有的不排付吼，所以大家的步调不太一致吼，啊这嘛真麻烦。学者认为，现主是各县市健保补助无共调，希望中央会当有统一的规范。县府强调，补助健保费是落实个人友善城市的第一步。若当地民众是表示，老人人口才会加袂减，有政负担才会愈来愈重。希望县政府嘛爱评估财政，福利政策会当延续落去。记者安修南投报道。有业者是拍算伫中华的大川甲花坛乡内来起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也佮有囤土质的场所。也毋过，这个案件伫宽屏甲公听会时阵受到质疑，因为这宽屏委员拢无来，所以庭事有疏失去。环境部是表示讲，其实迄天有官派的委员去参加，详细情形也佮需要厘清。环评委员没出席，程序缺失，重新开。程序缺失，重新开。来自中华的款团民意代表排一排喊口号，抗议伫中华相论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各一项土石风资源蹲坑场的开发案，案件已经进入更较严格的二阶审查。伫现勘甲公听会却拢无环评委员参与，庭事将有问题。环评委员完全没有参与现勘，完全没有出席，然后又选一个人民没有办法过去的，所以这都是有严重的缺失的。其中2月伫地方举行相论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公听会，现场有真侪冲突，场外嘛有抗议。当地里长批评，哪会当甲掩埋场起伫山顶，这污染当地上重要的葡萄产业，会反对到底。竟然在我们的头顶上被人家倒这个垃圾，这个是情何以堪？我们大村乡的这个黄金产业大村葡萄，是不是都被他们毁灭了呢？
环团讲，迄天现勘甲公听会，简单环保局长江培金参加，违反环评法应会同委员的规定，要求法规主管机关环境部指正环保局。不过环境部表示，迄天有官派委员出席，敢有违法，爱搁等待厘清。是不是应会同？是不是代表一定要出席？是不是代表每个人都要出席？这个地方我们也还在做厘清中。那准10外的环评委员简单一个出席，敢有算符合规定？也是讲环委一定要亲身出席，才有符合会同的定义。环境部表示，因需要2礼拜时间来厘清。那记者打电话给彰化环保局长，到10个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铁路要地下化，来看这原底台南车头第2月台南段呢，准备要甲拆掉。即马经过文化界的争取，是决议第2月台要正做是固定古迹，甲保存落来。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继续进行，新起的地下车站结构已经完成。原地规划即马车站第1月台属于固定古迹，原地保留。不过第2月台部分面对拆除危机，引发文化界关注甲烦恼。经过文化部审议决议，车站的第2月台南北段大部分也列入去固定古迹的范围。特别注意它还是怎么样吗？其实不会，毕竟你现在要看真正保存下来的火车站，要么就是很偏乡、很偏远。你要在这么市区看到这么保留这么好的，比较难。这个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至少有个新面貌。可是我们有个新的，算新回忆嘛，都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记忆都在这个地方。第2月台是车站当中唯一的倒式月台，伫建筑工法是采取早期钢筋控骨力的结构，后边是使用台湾罕见的40磅级的钢轨所带的，呈现苏当时真厉害的凹钢轨的技术。甲资源再利用的智慧，对保存甲研究有真大意义。展现了当时车站对于人流管理与交通安全的前瞻思维。那月台采用钢筋混凝土，那雨棚使用40磅的钢轨。那部分构件是采用第1月台车站的历史遗构，具有高度的保存跟研究价值。除了历史甲技术的记载，第2月台也包含市民真深的感情，佮丰富的记忆。因为安尼，台南市府表示，未来会结合铁路地下化甲4边空间的规划，继续推动修复甲再利用，兼顾交通的发展，保存100年车站的面貌，让这段铁路的记忆，将做世代之间做伙分享的城市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新闻台，这是网络是传讲有人伫台南市一个有名的海沙堡内带15000块的现金，要开放互人去乌这的钱。这消息一个出来，这几天呢，都有真侪人假石头摕体咧，就安尼冲去乌钱。海沙堡的小厝内底，民众手提会当背拖的假尸，一直敲一直乌，这毋是咧乌蛤蟆，是咧找传说中若是涉水的1000块。主要是网络顶即阵讨论甲争议的文章，有网友铺文讲，伫台南的渔光岛放现金15000块，只要对咧画面中的车辆标记的所在，往厝内底行的提示，就有机会乌着宝，引起讨论。刚好近啊，不然他都在中部北部啊。对啊，所以这个人进行的发过啊，对啊。有。真的有人挖到就对了。对，运气啊！如果挖到就赚到啊，如果没有挖到就当做运动了。这个消息传出来，就有人随冲去现场要来试手气，现场已经互人挖出一空一空。不过也是真侪民众认为，这款消息恐惊是骗人的较济。台南市本地就古城啊，本地有名啊，无需要做到安尼啦。早讲了，日本时代讲才有代金嘛，啥货啦？有迄日本时代代志啊，哪有可能讲摕钱来代价咧？唔超过济哦。这都要搞到汉博馆。那当地里长认为，乃当带动这些观光真欢迎，不过希望大家来这采宝，嘛爱下季节爱护环境。促进观光来这学啦，都看会当赶那本所亲近，安尼是上好的啦。其实咱安平城各地游客来这佚佗的魅力，早就通人知。不论是渔光岛，也是关西平台，热人的人潮暗算会更加多。春季会比较淡，可是今年是提前来到比较旺。所以就是大家进来就是一窝蜂，就是想要吃冰。那这都市寻宝到底敢有影，也是公生笑嘞，拢已经伫网络顶引起话题。记者查考进前无联络到发文者，就单看敢有幸运者乌着宝，也是突破网络的谣言。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稍了咱个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小可增强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台湾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